大家好，我係香港心理衛生會教育及預防委員會召集人、精神科專科麥榮哲醫生。今日我哋一齊探討咧，點解越嚟越多年青人依賴 AI 作為傾訴對象，用 AI 處理人生嘅課題，同時間咧會討論使用 AI 作為情緒支援工具，會唔會引發一啲精神健康危機嘅風險？對好多人嚟講 ，AI 可以帶嚟一啲情緒慰藉同埋幫助咧，呢個感覺係真實嘅。尤其是咧，年青人佢哋從細咧就習慣喺網絡上面尋找資訊、解決問題，甚至乎建立關係。AI 咧就好似一個自然嘅延伸，佢既係一個工具，亦算係一個夥伴，又唔會鬧佢哋啦，又唔會表現得好唔耐煩，提供一個24/7零批判嘅平台。呢種接納咧，對於現代人嚟講咧，都算係非常之罕有。但係講到底咧，都係來自數據同演算法設計出嚟嘅互動模式嚟嘅，預測最適合回應你嘅説話或者答案。AI 咧冇辦法真正理解人類情感嘅複雜性，可能咧只會俾到一啲重複、機械化或者不恰當嘅回應俾你。如果用戶咧處於一啲危機狀態，譬如咧即係有自殺傾向等等咧 ，AI 可能冇辦法有效辨識，引致到延誤介入。而且如果演算法訓練數據存在一啲偏見咧 ，AI 可能會強化一啲負面嘅思維，甚至乎誘發一啲極端反應同埋情緒。雖然同 AI 講嘢好似好輕鬆、好輕易咁樣，但係如果我哋完全依賴佢咧，可能會令人更加唔想接觸真實嘅人類，反而咧退縮喺自己嘅世界，削弱咗現實中社會嘅支援網絡。仲有一樣嘢要留意嘅，就係你同 AI 講嘅秘密唔一定能夠完全保密，對話內容不受專業保密規範。呢啲數據點樣被使用啦？會唔會外泄？目前咧仍然缺乏嚴格規範保障嘅。